嚟到昂坪360出席電影《尋秦記》宣傳啟動禮。好似個 dream come true 咁樣，真係集齊咁多位有份量嘅演員，真係開鏡，真係去做呢個作品啦咁樣。咁咧，以前嘅琴青咧係一個少女版嘅琴青，咁而家咧就係一個少婦版嘅琴青啦。咁其實我覺得20年後嘅倩柔沉澱咗咁多年之後，我覺得佢黑白更分明咯。尋秦記係可以帶俾大家好多回憶，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回憶嚟嘅。挨咗古生20幾年就即係有個小角色可以跟住3個一齊咯。見到啲好熟悉嘅人物角色着住佢哋嘅 costume 出現喺我眼前面嗰種震撼。拍到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，所以人生真係好 amazing。咁我哋係開心，因為真係尤其是我哋着翻戲服之後咧，即係去到現場咧，一見到大家好似20幾年，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咁咯。項少龍同埋趙槃之間嗰個師徒情究竟最後係點呢？今次喺個大銀幕入邊會俾一個完美嘅一個解釋咯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睇完呢部之後可以開開心心啦。最緊要呢樣即係我想拍呢部嘅原因。古生咧要為我哋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咧進行一個特別嘅儀式嘅。3、2、1，《尋秦記》我哋嘅特別版 Bear Brick 咧就正式亮相啦嚇！《尋秦記》12月31號戲院見。